Hello，我係 Joanne 啊，香港嚟嘅。愛康健其實喺香港好出名啦，朱咪描述代言人啦。其實我第一次嚟咧就選擇咗剝牙同埋箍牙同埋呢個雙牙嘅服務嘅。第一個 step 咧就係剝牙。我第一次嚟咧感覺就係咧覺得個環境好清幽咯，同埋好寧靜、好舒服、好寬敞啊，俾我感覺係非常好啊。同埋服務員非常之有禮貌。個個同事啊，包括服務員啊、牙醫啊，各個部門嘅崗位嘅同事，啲態度都非常好嘅，即係好 take care 客人咯。同埋剝牙嗰時，由佢打麻醉針至到拆線啊，至到剝牙，全部都唔係拆線，至到縫針啊，嗰啲完全都冇痛楚，都唔知發生咩事。因為其實香港咧啲質素真係冇咁好，因為真係同打麻醉針嗰刻到剝牙到之後都係痛。我而家完全冇感覺，就係只覺得有少少痹痹地，同埋啲麻醉藥都好似啲質素好啲喎，即係嗰啲香港啲麻到成個嘴都麻埋喎。咁所以我特別推介咯，多謝。